这是咱主题要做的功夫，要察觉到底我们的真主人是谁。当然，这个想法我都用一答案来讲，因为讲出来就是吹啊嘛，吹就不可能是答案嘛。你只当我咱家己不断去听我，不断去关照，啊，变成听我关照，其实就是咱的三宝循环。咱常常修行，常常念经经，常常合同，这就是在照见咱的真主人。啊，照见真主人要从什么？头前讲到，我咱内心的德性会当找出来。当咱内心很平静，咱内心很平等。大家人拢是一动的，咱有这个动力心，其实来发觉咱的心随时拢非常平静的状态。中庸有讲嘛，天龙哀乐之味，法义之中，会当随时徛到这个中道。徛中道不是讲浪费时间呢，有偌济人因为无徛中道，一时情绪失控，伊也赔偿偌济时间去处理这个代志。所以徛中道，咱现在是最享受人生的。我咱人生做咱主题食病，咱病了后，咱是开始真实咱的人生啊。咱袂浪费咱的时间去反侧，每反侧的侧爱偌济功夫来弥补，或者咱弄这人生经验，咱。